好，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會整一個天平啦，而家呢，我會整11，跟住呢，我而家有2呢 ，OK， 我有2加2等於4。OK， 而家一樣啦，係因為2。OK， 而家呢，我有3，乜嘢加乜嘢等於3？2加2等於3定係2加1等於3？咁係2加1等於3啦，所以係一樣。OK， 跟住呢，而家呢，我就會拎一個10，跟住咧乜嘢加乜嘢等於10，即係話呢5加乜嘢等於10，5加5等於10啦。係5加5等於10，定係4加5等於10呢？而家試下5加5，啱喎，所以係5加5。OK， 而家呢，我會整2加10，2加10，2加10。而家呢，我會整2喎，咁要減幾多個呢？而家呢，當我呢度有10啦。我呢度有10粒啦，即係話OK， 我要拎多2粒。我記得我有1粒跌咗。OK， 反正我有10粒啦。點樣減成2呢？減幾多粒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所以係7、8係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OK， 減多7個等於2。所以呢，而家我會影多一個。OK， 8加乜嘢等於10？8加5定係8加2等於10呢？睇下先。哦，啱喎，咁而家我要拜拜啦，拜拜大家同埋 like and subscribe，OK。